第12章徹底的絕望。白素沉聲道：那是李宣宣的意思。小國問：所謂關鍵性的問題係咩？白素揚眉：不知道，我也認為你再努力都同樣不知道。白素平日溫柔得像春風，這次話硬得罕見，連衛斯理都微微一怔。事後佢問白素輕聲解釋：我故意咁講，小國同陳長青只係湊熱鬧，黃堂先係職責所在，唔使佢哋跟住亂。佢講完，嘴角還帶點厭惡。佢最唔中意無聊嘅好奇心，覺得浪費時間。陳長青同小國想留低等消息，陳長青賴皮笑，油頭粉面，一齊飲酒等佢哋返嚟啦，豈唔好？小國認真考慮咗陣，搖頭：唔得，我要先辦啲事，之後再嚟。黃堂皺眉猶豫，白素輕碰衛斯理手臂：走啦。佢哋出門，老蔡正衝車，車輪滿血肉碎同黑毛。佢見慣衛斯理怪行，冇問一句，只低頭繼續抹。衛斯理上車，直駛皇家大宅，一路心裏有啲不安。李宣宣一個人喺度，安全嗎？白素察覺，笑佢：放心，美人魔力大，男人擋唔住。衛斯理即反駁：錯，至少兩個擋得住。我有你。早天開太老，白素笑如花，不由自主靠佢肩頭，兩人之間嘅默契，誰都睇得出，空氣都甜咗。白素道：佢唔止美，仲有能力護自己。衛斯理吸氣：佢從陰間嚟，你話佢係人？白素微皺眉，唔肯定，但唔係鬼。衛斯理駭言：唔係鬼唔係人，係咩？白素妙答：就係唔知係咩。佢語氣輕鬆，卻帶點困惑，眼神望住窗外夜色，像喺諗緊啲更深嘅事。車到皇家鐵門，僕人慌張圍上，七嘴八舌都等緊你哋。衛斯理驅車入內，大廳靜得詭異，一陣清脆金屬撞擊聲傳出。早天開馬步穩，楊大環金刀，年逾90型威風凜凜，刀鋒離李宣宣俏臉極近，寒光映住佢白色肌膚。李宣宣悠閒飲茶，當早天開唔存在。黃大同縮喺3公尺外沙發，驚恐得像迷途小羊，那裏似國手，雙手抱膝，臉色蒼白。衛白一入，早天開都震更緊，槍啷連響。李宣宣先開口，聲如銀鈴：兩位來得正好，開叔當我係冤鬼，要砍我成兩半。白素笑接：開叔鬥你，就算佢當年做虧心事，怕冤鬼，也不該算你頭上。早天開震動，李宣宣再補：多年前事，下手狠，斬草除根，內愧到而家疑神疑鬼。早天開慘叫：你不是人。李宣宣疑言：對，我唔係人，你唔使怕。早天開坐倒，抱頭大哭，全身抖如西康，當年是虧心到極點。李宣宣從陰間來，陽世瞞得住，陰間瞞唔住，黃老爺早攻晒。李宣宣轉向黃大同，悠悠嘆：原來西卜拉達喺你度。哎，我失望。黃大同西聲：我唔知。衛斯理踏前，許願鏡，你放邊？李宣宣驚：衛先生，你真了不起。衛斯理揚眉，推理而已。李宣宣笑：大同，拿出來吧。佢望衛斯理挑戰：你知係咩？白素道：兒戲，方便來回陰間。李宣宣勃然起立：素姐更了不起。衛斯理大笑。李宣宣羨慕：你哋幸福，我愛佢，佢卻懷疑我。黃大同辯：你唔係人。李宣宣嘆：將白蛇轉許仙，妻子救佢，佢嫌唔係人。白素附和：人各有樣。衛斯理想問你係咩，但忍住，怕被當成黃大同。李宣宣吹：還我，屬陰間。早天開下叫，還俾佢。黃大同戰喺醫務所。李宣宣叫打電話，護士送來。李宣宣道：那些人冇跟來，好，我只帶你哋兩個去陰間，帶多就難。衛白高興，明白關鍵問題，佢只帶得兩個，且此行不返。李宣宣望黃大同，黃大同縮身，唔想去。李宣宣神情就變，悲痛、憤怒、嘆息、鄙視、委屈、可惜、難過百味齊湧，一瞬即逝，轉眼平靜，徹底絕望，心如死灰。衛白心痛，佢本有萬一希望。黃大同若說我跟你去，或有轉機，可黃大同只怕，極怕。李宣宣笑，聲平靜，同床共枕，夫妻最親，卻是同陌路。山盟海誓，口出而已。衛白同聲：你對愛情太理想。李宣宣：難道唔係？佢哋搖頭，緊握手，自己有理想愛情。護士喘氣入膠紙袋。李宣宣取出銅鏡狀物，清光深深，背如龜殼，可層層牽，符好小孔密密麻麻，精密儀器。李宣宣遞白素：你估到用途，真了不起。白素看完還佢。李宣宣道：陰間重器，功能多，陽世只知最微末。許願當年度佢逃離陰間嘅人，
唔懂大功能，傳落嚟失傳。衛斯理問誰造？李宣宣。陰間締造者衛斯理、閻王、冥王、李宣宣，代表力量主宰陰間。衛斯理心跳，帶我哋去，可見佢。李宣宣沉吟。黃大同狂叫走去陰間。李宣宣叫祖天開拿剖開七氣，放鏡天衣無縫。李宣宣一字一頓，開宿有因有果，有業有報，坦然受之，何必戚戚。